37年前喺車斷咗半邊，想死嘅，都唔能夠有能力去死啊！我现在在香港回程的路上，虽然背包沉了很多，但说真的，觉得心里好像真的空了。那些在出发前纠缠着自己很久的执念和负担，在采访完他之后，好像都不复存在了。我一直以为自己一手一脚苦撑着生活有多艰难多不容易，每天老想着这低谷啊什么时候是个头。可当我遇到真正只剩下一手一脚的他，知道现在65岁的他从28岁开始只剩下一手一脚，连做都要重新学習的時候，我才明白什麼叫活着。喺醫院7個月做咗7次嘅手術，喺大髀攞皮補腰骨，後邊都有3個傷。我嗰時係條毛蟲，抬尾頭嘅毛蟲，呢個毛蟲醒又想死，瞓着發惡夢又想死。到出院啊，我都覺得毛蟲抬尾頭，我覺得我自己人見人怕，冇人接受到我。啲人喺窗度裝下，冇出嚟幫。我係要跳幾級樓梯上去。我住圍村，哪怕人哋用特別眼光望我唔話佢哋歧視。我翻到去屋企匿埋間房喊，我覺得呢條毛蟲以後抬尾頭，我覺得人生係完噶啦，係零噶啦。我為邊個而活啊？我呢條毛蟲要經歷過逐步嚟，匿喺個繭嗰度一段時間，生有時死有時，萬無有定時。屋企伴住，唔強迫我去接觸人，我自己俾自己時間，我如實地面對，我係以前咁靚噶啦，但我同自己講，我唔醜，我有我嘅價值。